这个就是讲共款，阮是拢战后出世的人，啊，即嘛拢70几岁啊，啊，这个过去阮所认为真重要，啊嘛真清楚去参与去了解的代志，应该爱互少年辈，即嘛30、40岁、20、30岁的人有机会通了解。我正讲的这个代志，拢是会使讲是台湾的228，白色讲无50年代，还是60年代，迄拢差不多是60年前、70年前的代志。迄时间过吼，甲即马是有相当大的无共款。啊，我认为啊，这个就是敢若咱要追求这个转型正义吼。啊，甲这个特殊的正义，这是迄个无通啊提示的，也是一直拢爱做的。啊，我感觉讲，这个过程甲这个中间，我受到真侪人的影响甲感动。啊，所以有的人已经走去啊，啊。阮就爱甲因咧话，佮继续讲落来，互人知。啊，有一寡事件，有一寡代志，也是有一寡人，因生命的价值是有值得较侪人去了解，较侪人分享。啊，阮就是替因来做这个故事，继续甲讲来，互咱的台湾囡仔吼。一个世代，搁一个世代会一直传落去，袂讲啊到倒以后就无去啊。我是认为讲，过去伫咧这个转型的当中，有真侪代志无法度绝对的正确，啊无法度真正的正义，但是透过咱安尼的节目，其实嘛是会使互逐个人。来思考甲反省。若是思念，就伫公司大舞台